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做了的亚位来宾，假使唔该好谈客家流行歌嘅，也算佢接看老嘢大擂台。唔對伊聽錯唔可以十分，一定會認識伊哈。伊係木飛，歡迎木飛。Hello， 玉蓉姐好，大家好。我想可能看過鬧熱打擂台的人是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說木飛，對啊，木飛是誰？這個名字，這就是我才剛剛改的名字。台灣很流行改名字，馬來西亞沒有這樣子哦。哦，嘿哦，很少。對，你有跟上台灣的潮流？對，跟上，對對對。哦，古說也給名嘅難怪。那你原本的名字是？原本是陳婷婷，陳婷婷，對。而且剛剛有講到木飛、婷婷，好，同客家客家國味很有關係。但是木飛不是客家人，我不是，我祖籍是福建德化。然後你是剛剛說馬來西亞，對，你是馬來西亞人，華僑，對。這個故事真的很有趣哈！你看，跟客家沒有關係，然後原本跟台灣沒有關係，對。但是你是多少年前來台灣？印象中應該是15年前，在2010年的8月最熱的時候來到了台灣。那來的機緣是什麼？當時其實很幸運，因為我在新加坡教唱歌的時候，我的學生就想說，老師我要看你上電視，然後就把我拉去參加了超級星光大道7的海選。沒想到4000人的海選裡面選了5個人來台灣，我是其中一個，真的太幸運了。哇，所以那個時候是台灣的超級星光大道到新加坡海選去找人，對。哇，你是那4000分之5之一，4000分之5，哇，表示很會唱哎！你那時候知道你那麼會唱嗎？應該是說我那時候即便是有一些實力才可以當歌唱老師，可是我覺得我不太具備藝人特質，可能不夠漂亮，或者是聲音不夠特色。但是我有一點心機，我那時想說，這麼多人，每一個人唱幾秒鐘，怎麼辦才可以脫穎而出呢？然後我就跟自己講說，你一定要爭取機會唱第2首歌。所以我就故意呢，先唱一首快歌，然後很帥的歌，就是那種曲風一般人不會去唱，可是又聽得出好像蠻會唱歌的。然後結果果不其然，我一唱了之後，評審老師說：“你有沒有一首慢歌？”所以我就爭取到了第2首又很深情又不一樣的歌，所以還真的選上了，策略成功。對，不過笨蛋來黑超級星光大道，而且你有真的有參加，對不對？就是過來台灣參加。是，你後來怎麼會走到客家？我覺得這個故事一定很精彩哈。我哋呢今日咪利用 movie 帶來嘅一條物片，一條小物吼來認識伊嘅故事。剛我哋錄唱處理本我哋睇吼 movie 帶來嘅物片，看下聲係乜嘅。我已經看到那個頭很重呢，攞出來很有分量的一個獎杯。也都係客家哦，也係102年全國客家日第2屆全國客家流行歌曲大賽第1名，明星擂台組。你怎麼會去比客語的歌？而且還可以拿到第2名，我真的覺得，可是你剛剛講了你的來台灣的原因，我就覺得你會得名真的不驚訝了。真的嗎？可是你為什麼會去比客家的？我其實剛才有講到星光7的節目之後，我發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後就覺得說我在逐夢的路上，如果有知道自己哪裡不夠好，沒有去加強，然後就這樣放棄的話，我覺得很對不起自己。於是我就毅然決然的覺得我要留在台灣，然後也順便念碩士班深造，這樣子不浪費時間。然後過程中也參加過民視的選秀節目《明日之星》。對，後來就是因為生活費還有學費壓力很大，然後就當了獎金獵人。獎金獵人是什麼呢？就是到處比賽，不管國語、台語、客語、英語歌唱比賽，全省都跑，最北到北投，最南到恆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哪裡來了這麼多的活力。然後呢，客語的歌唱比賽吸引到我的目光，為什麼？因為獎金都很高。對。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就很困惑，可是我不會客家歌啊。我還打電話跟我媽說，有一個比賽獎金很高呢。因為我如果沒有錢，我媽媽就會擔心我，想說要不要寄錢給我。然後我每次就要跟她報告說，我接下來找到比賽，找到目標了，應該可以過這一陣子這樣子。然後是因為聽到謝宇威老師的歌，
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在 YouTube 上面很多很多不同歌曲的演绎，非常喜欢他，然后就开始唱他的歌。我记得我第一首就是法舒哈。哇！然后因为之前参加民视的节目，有一些观众其实是认得我的。我记得我在那个比赛现场，很多乡亲都跑来跟我拍照，然后你怎么会来啊？然后你这个字唱错了，你知道吗？还赶快纠正我，因为担心说在决赛的时候我会共估，还马上现场教我。真的很谢谢那时候那位大姐，对，教了我之后呢，然后决赛我竟然可以拿到第2名，我真的是觉得哇塞！你还记得那时候练这首法舒哈，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它练起来吗？因为曲子对你绝对没问题，唱没问题。对，我觉得单咬字可能就要好几个步骤。一开始我觉得我最大的课语老师就是使用那个蒙点，它是一个教育部早期的一个网页，就上面其实有国语、台语、客语的不同字的词汇的发音。我先听那个声音，然后又再听，因为有时候字典出来的声音为什么跟原唱又有一点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什么海陆腔，有些人会混，对不对？对，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尝试去怎么办？那我都会尽量说，照原唱的唱，就比较不会怪怪的，对。然后我把那个声音呢自己拼音起来。然后再唱再背再就是让它顺，那就是花很多时间，对，熟能生巧啦。好，原来了，看天以后母比带来的我评估那是黑美屯古聪没有关很好，果然一个麦鼓，这当然就是你的那个生财工具，对，也可以算是我的生命吧。我觉得我的存在感就是要靠麦克风。把我的声音传送出去。你是从小就很会唱歌，就知道自己。应该是说，因为小时候家里是开有点像便利商店这样子的，然后在家里帮忙顾店，有时候无聊就会听收音机，然后从小就会自动自发的觉得哇，怎么这个歌手声音这么好听？不管男的女的，我只要欣赏的，我都会想要模仿。然后让自己练习声音可以像他们一样。对对对，古总擂台版，超级星光大道可能没有到那么好的成绩，可是你不想放弃，然后有了去客家的流行歌曲大赛，那怎么后来又会去闹捏大擂团？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在全国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第一个参加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马来西亚人，所以大家再加上前面在电视上本来就看过我的很多的观众，所以大家都会注意到我。然后我好像是参加到第2年还是第3年的时候，因为都是拿前3名，好像第2年我就拿冠军了，我超开心的。然后闹热打擂台的制作团队就邀请我参加电视的比赛，因为这个客家流行歌曲台赛，你好像参加6、7次，对不对？好几次，应该是6次。哇，刚闹捏大擂台就一定会邀请你去比赛，然后当然你也是比到年度冠军。一开始是季冠军，然后后来就年度总冠军这样子。那你在比赛过程有没有过？你心理素质很强，对不对？你就是一直比，一直比。应该是边比边调整吧，边学习。对，好，我们看第3方 movie 带来的部片，黑美韩黑豚狗冲有关，直接一个 iPad， 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秘籍，你的秘籍，对。带下一个粉色的路黑，你自己的拼音，我自己拼的。我先从那个字典上面呢，先听那个发音，还有再跟原唱比较，然后我把我自己要唱出的音用红色拼起来。譬如说你嘛，你的话，因为要注重一开头有鼻音，我会加一个 n 在前面。你那爱讲汉唐的舌的吗？听得懂吗？但是很会唱歌就已经是很多人很羡慕的事情。就我觉得其实唱歌没有这么难呐，因为不需要应变嘛，背起来就好。不过刚是熊起没用唱歌，如果你在木飞呀跟苗还很新还找不到，你可以打那个陈婷婷哈。对，陈婷婷。其实会标准呢。
难怪会得名，就是你唱客语真的是很标准的。谢谢。唐汉水就会可能会从国外给你会唱歌的人，可能也比较抓得到那个音，但是也一定是下了很大的苦功才有办法达到。我觉得是因为我不会客语，所以反而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很计较我有没有念对，所以才会念得比较标准。因为常常会听到老师会建议其他选手是客家人的选手，因为他们平时日常生活中都讲客语，所以反而他们不会去思考标不标准这件事情，因为是母语。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不同的那个会混嘛，就会可能所谓的没有这样标准所以你也会一直去问客家人。我会很在意，对对对，我一开始前面好几首歌还没搞懂的时候，我都会去问，为什么字典是这样？为什么你是念这样子？我都会去问。就真嘅用国外来研究合法好奇妙。加到下一团呢，我哋还会谈过到 movie 以非常精彩嘅人生故事，我哋等下我多转来，可以先喝口茶。在我头上有一个引流管。我现在仰赖这一个东西活着，因为在2021年的年底，我打了疫苗1个月后，突然间脑血管动脉瘤破裂。现在做客慢嘢来了，我哋今日咧来宾係歌手 Movie， 頭都講到 Movie 吼，伊係對馬來西亞來到台灣，然後從選秀節目開始，然後還參加嘅客家流行歌曲大賽，還去鬧熱大擂台比到年度冠軍。韓國以前咁樣有下過誒，而且剛剛看得出就是 Movie 而來。好客家歌诶，法海龟胎功夫，而且你还很多腔都学哈。你刚刚说有海陆、有四线，甚至兆安腔。我其实是曾经有一次写歌，然后有些词不是每一个腔调都有的，然后我就想尽办法，因为我是先写国语的，然后刚好好像那时候比较多词汇刚好兆安腔有，然后我就好吧，那我就统一看看。哇，真的就是也是因为你都不了解，所以你很敢去试看看。对，就是说因为不懂，反而会去挖掘跟去理解。对，我可能还有看到 movie 有下过诶，当然还会比赛，如果有过到表演的机会，这个是你的道具吗？对，我们那时候在2021年有一个客音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当然它是歌唱比赛，但是他很推荐，就是希望参赛者可以唱自己的创作。然后我那时其实有一首被我嫌弃丢在一旁写到一半的歌，然后我想来想去，好吧，我再把它重整一下，然后请客家的好朋友帮我翻译。变成客语歌词，然后写一首骂诈骗集团的歌，然后想说既然都骂诈骗集团，然后我们就装成那个警察的样子，因为服装应该在舞台上很好抢分数，所以结果整体下来是很有戏的，就挺有趣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就得到冠军了。对对对，故说唔係唱你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有跟一群还有2个乐手，一个是打香鼓的老师阿牛老师，一个是弹吉他的维伦老师，对，就 Q 他一比，然后他们也帮我和声这样子。对，哇，你真的唱歌的经验非常丰富哎，应该是表演，想尽办法让自己更好吧。然后你后来还就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很多的活动，是。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会有一个，俺的图上我有过多的物品嘛，好，我们用物品讲故事，但我们好像是第一次有那个物品看不到，对，现场看不到，因为陪 movie 给沈浩在你身上，所以是在我头上有一个引流管，我现在仰赖这一个东西活着。因为在2021年的年底，我打了疫苗1个月后，突然间脑血管动脉瘤破裂，差点死掉。对，然后脑溢血的人应该全部都会伴随着水脑症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就是脑部就是有血流出来了以后，脑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水，就需要靠引流管，就是帮忙每天把需要排掉的水排去胃部，这样才可以活着，不然的话会积水，积水就会晕，然后就会昏迷，然后就会死掉。我这条命是台湾捡回来的真的。
哇，刚刚他发生案胎给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是昏迷还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本来中午有一个表演，然后我早上起来准备好了之后，还想说在家里暖嗓一下，结果一飙了一个高音，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就是放开的，就是它就是爆裂。然后非常痛，那个痛没有办法忍受，因为有点像脑部被剁成肉酱那种痛。然后我就赶紧量血压，220，哇，不得了了！我想说怎么办？我休息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结果我开始呼吸困难，我想说完蛋了，连呼吸都不行，我还是赶快叫救护车。然后真的很感谢我们社区的同仁帮忙。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台湾的整个医疗体系非常的完善。非常专业，所以我就这样被救回来了。而且你知道更感动的是，那时是疫情时期，像我们什么歌唱老师、歌手，其实是完全没有活动、没有收入的。所以我自己的银行已经见底了，我哪有钱医什么病？可是我都还来不及有机会跟任何人说我需要钱的时候，因为我正在昏迷，然后我的学生就感觉到我可能会没有钱。他们就自发性的去筹款，所以很有趣的是，本来银行见底了嘛，然后昏迷了1天半，醒来的时候，我怎么里面多了20-30万，对，就让我医病。所以像这一条也是大家送我珍贵的礼物，这条要10万块。刚他不偏生病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家人知道吗？他们急死了。因为那个医生也很厉害，然后刚好我其实。每次被叫醒，还有大概1分钟醒，就是有意识，然后他们让我打电话给家人，然后我可能讲到一半我又晕过去了，他们就继续讲，所以其实我家里有接到电话，但是他们也很难过来，因为那时候是在疫情期间，对，哇，真的是很可怕，煎熬对家人来说，那这个历时多久？就你生病的期间，我住院的部分是13天，然后。其实我也蛮3八的，就是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好，除了头非常晕，然后回家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在头晕的情况。但是我又很好奇，说我到底还能唱歌吗？我到底还剩下多少的我？然后前面又刚好接到了跨年的表演，很珍贵啊，因为难得跨年就是可以表演，然后而且不只是我的团队，我们一起去表演，我不想影响别人，我就硬着头皮去。结果那次跨年冬天非常冷，结果头超痛的，然后被医生骂，因为他叫我不要去。可是我就是有点，我其实是好奇，我其实好奇，我到底还是我吗？对。哇，蛮疯的哎你。对，因为其实脑血管动脉瘤破裂，如果大家上网去查的话，大概有30%的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死掉了。然后第二个30%的人呢，手术了之后昏迷就没有再醒来过。我们台医大有一个老师就是昏迷了5年，然后就这样走了。然后剩下的最后30%的人虽然被救回来，可是都重残。我有一个朋友，也就是在台湾我所认识唯一一个所谓的生还者，他现在还坐在轮椅，要家人喂他吃饭。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奇迹啦。然后，老天把我留下来，对，所以我那时候满满的感动。你那时候去唱跨年晚会没事吗？唱完没事吗？就唱完之后，其实头非常痛。对，然后我蛮好笑的，我还打电话回去我住的那个楼层的柜台，因为我才刚出院，他们知道我说我可以回去住吗？我还被他们骂。他说你已经出院了，你现在要住院的话，你要重新看诊，然后有需要才会入院，你这样不能够想要回来就回来，不是叫你不要去了吗？所以那时候就还好，没事，没有大碍，就是头很痛。而且我那时候在想说，因为那次的冬天非常冷，我们又到了龙潭的那个池，那个湖上面，然后太冷到很痛，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太冷，我就热敷，结果就好了。生病之后对你唱歌有影响吗？一开始康复的第1年，其实只要飙到高音，头都会痛。然后打喷嚏或者笑太用力，也是头会痛。因为听起来其实唱歌有点风险
非常有。然后而且我是飙高音的时候爆裂的。然后第2年才完完整整的感觉，我好像回到自己原本的状态，到现在都是，所以很感恩呐。但是我也非常小心的照顾身体，这个应该对你人生观会有影响非常的大，因为真的很大的。首先我觉得很感谢的是，可能像一般人好好的嘛，然后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累积到一个点，50、60岁的时候，当它爆发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救了。对，我反而是在这个时候被救回来了以后，我特别珍惜，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有机会，学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然后以后至少我现在觉得我很有信心，说我在老年不会出什么大事，因为我已经开始在掌控一切了。还有俺的影片有看到一个亚鲁黑笨蛋 movie 的名诶，好。这个是一个专辑的封面，对不对？对，这我们在2023年，就是我康复差不多2年后，对，然后我就因为非常感谢台湾就是帮我捡回这条命，然后大家很照顾我，很温暖，然后想说，我要发一张台语专辑来代表感谢台湾，然后里面都是自己的创作，当然词的部分就是台湾朋友，制作人叶树贤老师一起我们去打造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说，当你很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会集合所有的力量来帮忙你。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专辑的经费，可是我还真不知道在那时候半年里面筹到了80万。我们做了8首歌曲，然后想要报名金曲啦，虽然还是共估了，因为不够宣传费。对，但是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专辑。对，上网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叫谁的歌像矮瓜。哇，所以你台语歌也可以？台语歌还不错因为你是先去民视比但是那时候我是国语组的卫冕者。那时候我不会台语，我其实是学了客语歌之后，突然间回到台语的部分，怎么那么容易？对，以前不会。是蛮多人说比起来客语比较难，客语真的比较难，因为它很多鼻子的发音是不好唱的。结果好嘅合法感觉波罗法语够简单所以搞不好讲台语你就还比较听得懂一些。对对对，因为台语在台湾比较普遍。也是。冇想到也故事的故事安多，刚刚人海团的录唱 movie， 但俺人去到睇台湾，感觉对有特别意义的素材，俺人等下录底很耐嘅，等下个多做了。想办法把自己，或者是追求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想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停损点？为什么在计较就是成功与不成功？可是你今天如果没有继续做，你当然不会成功啊。这里呢是台湾最美的地方——老梅绿石槽。那我自己很喜欢这边，然后这里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是最漂亮的。那我爸爸过世了很多年，我来了台湾之后，我没有办法去扫墓，所以每次在清明节的时候，我来到这里，看着天空，看着浪花。想象自己在跟爸爸说话，然后我就当作来这里是为爸爸扫墓。这应该是我在2岁多的时候，爸爸抱着我。对，后来其实都很少有机会拍照。这个，哪一个是你？这是妈妈。有一次我的塔罗牌师啊，他利用那个灵摆，帮我侦测到了哇。我爸爸的灵魂一直待在我的左右，陪伴我在台湾。我听了非常的惊讶，哇，他是保护我吗？还是怕我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我不够坚强，所以让他很担心？所以我心里面很纠结。一方面我好开心，我跟他很靠近；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说他是不是应该去往生才对。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我有一点自责。刚刚讲的塔罗牌师的事件，大概2-3年后，一直存在我的心底，因为毕竟我自己也看不到他 ，OK，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电视台节目邀请我参加，就是父亲节的特辑，我就想说，不如借这个机会写一首歌给爸爸，然后刚好那时候是他过世第19年，然后我想透过这首歌曲表达我对爸爸的思念。同时也希望他可以放心，然后不要担心我，可以自由的去飞。梦中的疲惫已经失去面，哦爸爸，我会照顾好自己。你安心表示安心。爸爸，我现在其实过得很好。加上不久前我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进了医院，我也撑过去了。我觉得我变得更强大了，然后妈妈身体也照顾得很好，然后我会陪伴她，走完人生这一条路。所以其实希望你可以安心的、好好的去往生。好多 movie 带太噶去都老梅石槽哈，也个黑一个龟体配的素材，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竟然带大家去一个可能连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对，没有错。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有几次需要到吉隆坡，就是台湾驻吉隆坡的那个办事处，就是处理一下证件。然后就有几张风景照，就是介绍台湾的。我就这个石头怎么那么美？这是哪里？我就一直问他们。原来有叫老梅石槽的这个地方，然后好多人都不知道，电视上也没有什么介绍。对。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就跟我的朋友说，你一定要带我去这边。然后我们上网查，清明节的时候才去这样子。为什么啊？好像是刚好温度，还有雨季，然后那个青苔才会长出来。对。所以你竟然第一次的遇到老梅是在吉隆坡？对，照片，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照片可能像仙境一样。对啊，我觉得身为台湾人，我会觉得，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是就是我们通常想的仙境，可能都是在欧美啊，澳洲那些其实我们台湾有仙境是马来西亚人立志要来的地方。然后刚刚我们也听到，你去那边其实是会怀念爸爸。对，因为是刚好每次在清明时节，老梅石槽是最漂亮，然后台湾也放假，那我没有墓可以扫啊，我爸爸的墓在马来西亚，所以每次就有点失落，然后就会自己跑去老梅石槽悼念爸爸这样子。爸爸是过世多久？爸爸在我21岁的时候肺癌去世。对，所以你跟他的感情是什么样的？首先，我长得非常像他，就是比起2个哥哥，我长得是比较像爸爸。反而你比较像爸爸。对，然后再来是。家里其实爸爸妈妈都非常疼我，因为我可能是最小的，然后唯一一个女儿，对，所以就是从小就是受爸爸妈妈的保护，然后宠爱这样子，然后在家里就是大霸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子，所以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对。你来台湾大概15年，这中间回去马来西亚几次？通常我每年最少过年农历新年会回家。最少，但是如果有多的预算，我就想回去就回去，所以可能1年会回去1次，1次到3次或3、5次，这样其实也蛮耗经费的对啊，对，没办法。刚你中间没有想说我就放弃在台湾，我就回
马来西亚吗？我不知道，其实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管是长辈甚至同年龄层的朋友，会问一句话说：“你的停损点是什么时候？”可是，在我的字典里面，想办法把自己，或者是追求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想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停损点？为什么在计较就是成功与不成功？可是你今天如果没有继续做，你当然不会成功啊，不是这样吗？所以可能我的思考比较不切实际一点啊，在一些人的眼里，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好像才是对的。你设定你要做到的是什么样？就是可能小时候，可能像听到一些有志者事竟成这种被鼓励到，就会觉得说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那你是想要成为的是发片歌手？本来12、13岁的时候看到张惠妹，很想变成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可能，希望不大。我希望我可以开演唱会，然后有歌迷，然后就是对我很喜欢演唱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再想想看吧，因为年龄已经过了，就是其实也花期，所谓的花期已经过了嘛。其实我会喜欢台湾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台湾让我看到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现在因为科技，然后自媒体，所以很多东西它也早就已经运作方式早就已经颠覆大家的想象了，所以慢慢的很多旧式的那些框架也不在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容吧，自己可以给大家什么。对，因为我们前不久才有去马来西亚这个节目，然后访问了4个来宾，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是，如果你要发展媒体相关或者是娱乐的产业，在马来西亚其实会更难，因为种族分的很多。他们说，甚至华人只看华人的电视台，所以它很多真的全国性的，可能也因为马来西亚很大，比台湾大很多，所以比较起来，在台湾可能发展比较分散，然后台湾还蛮。比较集中，好像可能网络上任何一句话传开了，大家就讲那句话了，很快，感染力很快。对，所以也会可能看起来好像可以继续努力这样，或许吧。如果比起马来西亚，就真的比较难，太分众了。对，那这15年来的歌唱的生涯，你都是这样一直心理素质很强的哦。那如果比较低落的时候，你怎么办？低落的时候啊。其实一直都很低落，一直都会，可能有时候家人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这种话，对啊，然后慢慢的自己也老去，就是你会看到自己变了，自己老了，没有像以前那么青春，皮肤啊那么有弹性，然后就会担心说，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努力下去，我会被嫌弃，对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啦，那怎么办呢？其实我都还蛮常，就是天亮才睡，因为太多烦恼了，然后睡不着，或者是说经济压力，对啊，很多很多对，因为经济压力的确是一个就是很现实的因素。所以你现在还有在教，也在教歌唱？我一直都有在教唱歌，但是现在比较属于培训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其实，在疫情期间，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念那个台艺大的表演艺术跨领域研究的博士班，所以我们其实在对于舞蹈、戏剧、音乐在舞台上的这个研究，其实认识的比较多，然后也参与了台湾那么旺这个节目。就是当他们节目的选手培训导师对对对，国台语，然后大小选手都有，所以那时候其实磨练蛮多的。那会想说，我就干脆就是直接完全转幕后，有这个想法嘛？就是当老师，然后教学生、培训学生这样。我觉得还是会同时都会进行，对。然后因为现在自媒体这么盛行，然后很多东西其实自己也可以学着做。然后同时自己是幕后的话也有好处，就是很多东西你会省略掉沟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对，然后自己去打造。那现在还会去当那个吗？奖金猎人吗？现在比较没有了，因为都会被人家骂，或者是就是你干嘛一直来，一直我们的你应该要当那个奖，而且有一些大型的比赛都会有
陈婷婷条款。真的，对，譬如说他是拿过6次的前3名不能参加，那就是你。对，哦，真的有哦。对，我觉得也对啦，就是给更年轻或者是更新的朋友多一点机会。对，没口子啦，你真的得太多奖了，回去哦。刚刚的等下都最名一团的，如果讲下来说，对 movie 来讲，有充有意义的料理，等下录底黑马嘅嘢。可能接下来会尝试做一些小小的 YT 的节目，来当做就是自己的 profile。对，如果刚好有运气遇上，刚好哪里有缺主持人，可能就会看到说，或许可以给我试试看。现在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做了位係故事 movie， 也嘅幾多人嚟愛講下來是好事的吼。通過係 movie 情緒就是做嘅，我講那是係嘛嘅才想處理木本案人。關於來安定一下，這個擺盤看起來好變貴了呢。哦，謝謝。該不會就是那個酸盤子？來馬來西亞有吃到，可是這樣子看起來你的做法不太一樣。怎麼說？來，先來試看啦。好，還可以嗎？好可愛的味道哦。好深哎。可是這是客家菜。對。你沒行你啊，你不是客家人。我記得在好幾年前呢，不是有那個客家節目叫《實在料理王》嗎？然後我在鬧熱打擂台的歌友，他就問我說，唱歌輸給你，我真的是很不服氣。走，我們去比賽下廚。他就想說邀請我一起跟他 PK 參加這個節目。然後就為了這個節目呢，特地學這個算盤子。在馬來西亞的客家人通常都是老闆、生意人，算錢很會算。所以算盤很重要。對，你在馬來西亞有吃過嗎？有吃過，但是很少吃啊。Heavy 都參加這個節目，對，然後學做，對，然後後來還贏了他，氣死他了。那你怎麼知道怎麼做？你那時候已經在台灣了啊？就上網查。對，這樣子你就可以又贏了。其實這個比較簡單啊，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嘛，然後我就放了一些就是醃過的這個香菇，然後一些蔥花而已。其實基本上自己喜歡的菜都可以弄得比較碎去炒。可是我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訪問的來賓，他說算盤子他只有小時候吃過，因為很難處理。不會，其實你看我的身材這樣，就是我從小很愛吃，然後因為我愛吃，我都要確保我喜歡吃的東西，我隨時都可以做給自己吃，所以我對這個下廚這個東西自己有一些心得。那可是算盤子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很簡單，你就是芋頭切塊拿去蒸，然後搗成泥，就是芋泥嘛，然後你芋泥的量的大概一半是要放那個木薯粉，它就會 QQ 的，像芋圓這樣子，對，然後攪勻了之後揉成顆粒，你大小自己喜歡，然後中間戳一個圓圓的，像那個算盤一樣。然後再用水滾燙，就煮成 QQ 的這個算盤子，然後再去炒自己喜歡的味道。噶都會很好煮食啦。你喜歡下廚，因為我聽起來很麻煩啦。聽起來很麻煩。對，愛下廚的人這樣子還好，真的還好。你是從小就會自己煮了的？對，從小就很喜歡自己煮。對，那如果跟客家無關，你自己的拿手菜是什麼？我自己認為我弄的那個沙爹醬超好吃。對，還比外面賣的好吃。哇，真的哦！可是那個就吃的就熱量很高。對。那你自己喜歡吃台灣的什麼東西？我喜歡吃台灣的飯糰早餐，有時候會讓我一醒來就很想吃那個東西。不是便利商店的？不是，外面賣的。便利商店就是勉強還可以應急一下。對，因為在我們那邊沒有飯糰這個東西。它其實比較偏日本文化。對。但台灣的飯糰你還蠻喜歡的？很喜歡。真的啊？就是鹹鹹香香，然後又有油條在裡面。早餐的那種飯糰。對，然後我都會加起司片這樣子。在台灣住好久，15年。對。
所以对台湾就很适应。一开始有不适应的地方吗？还是有到现在都不适应？一开始吃东西，坦白说，我们那边比较重口味，然后台湾比较因为受日本文化影响，比较偏自然，就是调味不多，比较健康。一开始吃什么都觉得怎么没有味道，对。现在回到马来西亚吃东西，怎么没有？怎么那么重？我吃不了，反而不习惯了。对，反而不习惯。那其他的生活或文化上？你一开始来有很多方面，譬如说长相，其实有时候人家也看不出来对，是台湾人，都是华人，所以算是融入的挺好的。而且你没有什么口音我其实有刻意的调整，对，因为以前住在马来西亚最南部，然后我中学开始过桥到新加坡念书，那马来西亚口音跟台湾跟新加坡口音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知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是跟大陆跟台湾的那种关系很类似，然后有时候就会用这种口音去嘲讽啊，还是干嘛？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就我会很在意，我不想要我的新加坡同学说我讲话有我们叫做联邦腔。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调整过了，因为我从小我就看，为什么？因为我们那边华人比较看新加坡的节目，就是华语的比较多，然后就为什么？电视台的那些主播或者报新闻的主播讲话跟我们平时不太一样，我就从小就会自己注意到，是有要切换模式这样子。然后你说，你看你12、13岁看到张惠妹就很想要像她一样，对，你都没有换过你的愿望吗？就是很想要唱歌。坦白说，近年因为自己也渐渐的老去了，必须面对现实，然后也有一些心境上的转换。然后现在因为在疫情时期，透过一些网络的小节目，然后也有常常主持，然后常常很贴近的听到自己声音，就会一直有调整。然后现在可能其实会想要跃跃欲试的，就是电视主持人这部分。对，但是而且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断层因为我觉得有，好像接班人不多，对，优秀的当然有好几个，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当电视主持人也蛮好的，但是当然很多像应变啊，或者是幽默感这些都要磨练，对，所以可能接下来会尝试做一些小小的 YT 的节目。来当做就是自己的 profile，对，如果刚好有运气遇上，刚好哪里有缺主持人呢，可能就会看到说，或许可以给我试试看。那会跟歌唱有关吗？你觉得？我觉得应该会连接，这也是我自己的最主要的主力嘛。哇，唱歌这件事在你身上留了很久就是真的是你完全没有变过的兴趣。其实也不需要啊，因为而且。本来唱歌，很多人你会发现到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唱歌，超多人。它本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消遣活动。那你的妈妈现在你们通电话，她还是问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吗？她现在不会了，她现在就是可能。他也意识到说，他再问下去也没有用了。他现在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最近都不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就说：“人家如果问起你，我就说你在追求你的梦想。”他已经放弃了，因为我也常回去啦。然后其实我跟妈妈天天都有联系。然后像他遇到生活中很多不同需要我帮助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网络很快的，就是帮他。排解。那小时候你说爸爸妈妈都很疼你，就一直是这样子，就让你放手，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对，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爸如果还在，应该不会让我在台湾这么久。真的，我觉得，对，而且其实我是很听话的，我是很听话的，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乖乖牌。很奇怪我会有主见，但是我会知道说，我先让你们满意，你们就会让我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你10几年前从新加坡，就是在参加那个选秀之前，你都是很听话。我还记得我16岁要去驻唱的时候，求爸爸求了很久，因为他很怕我进入到一些表演场所会接触到一些烟酒朋友，他怕我学坏。对。
后来可能他发现到我是真的认真想要把歌唱好，他就渐渐的放心了，然后可能开始在一些比赛有得奖，他就会发现到我不是去混的，对，我是认真要把歌唱好，他就开始支持，对，就没有讲什么。所以你做出要来台湾的决定，他们也就是支持的，因为一步一步有看到你真的是在追求梦想。只能说当时爸爸的缺席其实帮助了我可以决定任何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妈妈其实比较偏向于小女人，然后她很多事情以前都依赖爸爸，什么都不懂，所以她也没有想法。那现在继续待在台湾，就是你刚刚有说可能有机会的话尝试电视主持人，对，希望有机会开辟这条路。对，那你还会有其他计划吗？在台湾或接下来的音乐还是会继续做，歌还是会继续写，对，然后可能抓紧脚步，就是跟上时代的潮流，将自己的歌唱课程网络化。那我也比较多自己的时间去开辟新的领域。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听到你的客语专辑？我觉得有可能吗？我会其实会想要，但是我也必须坦白说，因为客委会的推动，这些年来其实客语创作跑得非常前面。我们连车尾灯都看不到，就是很前卫，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没有自信可以呈现太有想法的客语元素。但是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也挺好的。对，拭目以待，搞不好真的有一天会看到你的雾飞的客语专辑。好，谢谢。非常感谢Mufi来同我大家，谢谢主持人。然后提醒之后，这个看起来很高级的生盘子，真的贵你不？我觉得很麻烦听起来就很麻烦啊，弄芋头，因为你没有在下厨。对啊。而且有人跟我说，在他处理芋头的时候手会很痒你不会？手没有痒，可能是因为我买的那个芋头块是冷冻的，不然你去杀新鲜的芋头，可能那个削皮的过程是会痒。刚才说味道很可爱的是，你在马来西亚吃到什么？